其實我成日覺得最簡單嘅養生方法，唔使食呢樣嗰樣，唔使刻意做咩動作，反而係喺瞓覺嗰陣不知不覺養返自己。我自己用咗好耐嘅一個小習慣就係喺睡房床頭點一支沉香，好簡單咋，點着佢放喺床頭櫃上面，然後你就可以攤喺度，由得啲煙慢慢散開。沉香同普通嘅香完全唔同，普通嗰啲香一點，啲煙四圍亂竄，聞落去又搶又攻鼻，反而令人仲煩躁。但真正好嘅沉香，燒出嚟嘅煙好慢、好柔、好沉穩，唔會衝過嚟，而係慢慢滲開。你聞落去會覺得成個胸口鬆咗，呼吸順暢咗，連個腦都唔再亂轉。你知道嗎？好多空間本身好嘈，尤其係睡房，你可能試過明明好攰，但係一上床個心就跳得唔舒服，或者成晚眼光光，瞓着都扎醒幾次。呢啲好多時都係個空間嘅氣場太雜太亂，你個人困喺入面，自然就跟住唔安穩。沉香嘅作用就係好安靜咁幫你成間房順返條氣，將嗰啲悶住嘅黐住嘅嘢慢慢化開，空間乾淨咗，你個人自然就定落嚟。我而家用緊嘅呢款沉香，唔搶唔燥唔刺激，老人家聞得，小朋友聞得，就算有鼻敏感都唔使驚。你唔使刻意做咩動作，唔使練嘢，一邊瞓覺一邊俾佢幫你慢慢執返個人就得。如果你都想試邊瞓邊養，自己攞2盒返去用1個月，每日臨瞓前點一支，1個月之後你會發現自己冇咁易扎醒，瞓得沉咗，個人冇咁散冇咁黐，朝早起身都冇咁攰。你唔使信我講嘅嘢，你信自己身體就得。